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2月1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0篇，列王记下卷24章18节到25章21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3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离开歹。诗篇第一篇教导咱着爱离开歹，亲近好的。迄个好就是上帝，也因为亲近歹就等于是自找死路，无法度得到救恩。咱对以色列国甲犹大国的历史来看，偏伫恶、亲近恶的国王一大堆，使得以色列的两个国家渐渐来愈来愈接近灭亡。今仔日的经文列王记下卷24章18节到25章21节，就记载着犹大国最后一任国王西底家以及犹大国的结局。西底家继位的时21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哈摩他，伊是利拿人亚利米的查某囝。伊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照着约雅敬所做去做。耶路撒冷甲犹大发生这的事，是因为上主发受气，对伊的面前甲因赶出去。西底家统治第9年10月初10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伊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，伫城的对面扎营。搁伫四围做土堆攻城，城受围困，一直到西底家王第11年4月初9，城内饥荒真严重，住民拢无米通食，城受攻破，所有的兵士透迷对王宫会园附近两个城墙的中间的门迄条路逃走。巴比伦军队还伫四围攻城的时，往阿拉巴的方向逃走。巴比伦的军兵追入西底家王，伫亚利哥的平原入着伊，伊的全军拢气杀伊四散。巴比伦的军兵掠着西底家，甲伊掠去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。伫遐受审判，因杀死西底家的囝，互伊亲目睭看到，搁挖伊的两蕊目睭，用铜链甲伊连地，带去巴比伦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19冬5月初7，巴比伦王的人神侍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伫耶路撒冷，用火烧上主的圣殿、王宫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厝，以及所有贵族的厝，所有对侍卫长巴比伦军兵将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拢拆毁。迄时侍卫长尼布撒拉旦将留伫城内所剩的人民，甲投降巴比伦的人，甲所剩的人拢掠去。毋过侍卫长有留一寡送香的，互因伫泡汤园甲田园种植。巴比伦王人将上主殿内的铜柱、铜条、盆座甲铜海拢拍破，将遐的铜运去巴比伦。因嘛将鼎、锄仔、灯芯的架刀、放香的撇仔，甲圣殿所有铜的器具拢搬去，放火炭的盆、盘，所有的金器的金、银器的银，侍卫长拢摕去。将所罗门王为着上主的殿所做的两支条，一个铜海甲遐的盆座拢带去。
这器具会当坐甲袂称直。这两支条相款，每一支悬8公尺，顶面有重的自斗，条斗悬1公尺30公分，条斗周围有重做的网仔甲石石流。侍卫长尼布萨拉旦掠大祭司西莱亚、副祭司西番亚，甲3个圣殿门口的守卫，佮对城内掠一个官兵的官员，王的5个亲信，甲募兵司的副指挥官，以及伫城内拄着60个国民。侍卫长将这个人拢带去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遐。巴比伦王伫哈马地区的利比拉拢甲因杀死。安尼犹太的人民受掠离开因本地。虽然上帝一再差遣着仆人先知来启示提醒，经过因就爱回转、爱悔改，但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却犹原伫王的带领下面来离开上帝的道路，无愿意掠条迄个搁再得到的这个悔改的机会。保罗对初代教会基督徒的劝勉非常清楚，伊也特别来讲着，就爱提醒因毋通甲歹来交往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34节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。毋过，现在上帝已经互基督对世人中各活，当做已经死去的人各活的保证。因为死通过一个人来，死人的各活嘛通过一个人来。对亚当众人拢着死，对安尼对基督众人嘛拢各活。不过，逐个人拢着照家己的顺序来各活。头一个是基督，刷落去是基督来临的时属伫伊的人，过来则是末期，迄时伊会消灭一切统领者、掌权者甲权力者，然后将统治权交互爸上帝。因为基督一定着统治，直到上帝互一切会对着屈服伫伊的骹下。最后受毁灭的对着是死，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上帝互万物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真明显，这所讲的万物，并无包含万物屈服伫基督骹下的上帝。到万物拢屈服基督的时，囝本身嘛会屈服伫万物拢屈服的上帝，通互上帝完全统合一切。若毋是安尼，人替死人受洗有啥物意思？若无死人各活的事，是要安怎要替死人受洗？原是安怎来时时刻刻冒险？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认证的我所看到的人，好大讲，我逐日面对死，我伫以弗所甲野兽斗争。若纯粹是出于人的动机，对我有甚物利益？死人若无搁活，会亲像人伫讲，咱来食来啉，明仔载拢袂死。毋过，毋通这个互人骗去，交互歹朋友会破坏品德。得警醒，想互清楚，毋通搁犯罪。因为一寡人也毋捌上帝。我讲这个是要互恁知，通见笑。是啦，着爱醒悟，毋通搁再执迷不悟。
毋通搁犯罪，安尼才会通领受到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。诗篇120篇，我伫危险的时求叫上主，伊有应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救我，通脱离公白贼甲诡诈的人。诡诈的人啊，上帝安怎对待你？伊会安怎甲你刑罚？伊会用勇士斩一箭，用炎热的炭刑罚你。我囝脚伫米色，住伫基达人的布片，真惨。我甲厌恶和平的人做伙徛起上久，我爱和平。我一个讲出嘴，伊就搁喊要战争。求主的圣神来更新阮，互阮来离开罪恶的道路，会通行伫上帝光明的道路，领受上帝的救恩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